无所谓。即使你留疤了，朕也绝不会嫌弃。怎么，嫌我回来的不对？朕去别的妃嫔那儿，你就这么开心，还有心情在这里喝酒吃羊肉？之前你我互换身份时，我就体会到了你的艰难。过去的确是我不太懂事，现在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？当然。这是做什么？快给朕生个活儿！嘘，活着，害你的人，朕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读完全解除前，哪里都不许去，听见没有？臣妾遵旨。所以皇上，你特意回来，就是为了让我安心吗？那是。你是不是背着朕做了什么？我能背着你做什么呀？是吗？哎，首饰不想戴就算了，走吧。朕来看老婆，交代什么？你说什么呢？你不是一直讲究文雅端庄吗？怎么能说出这种粗俗的话？朕